议员李伟伫根据天下杂志10月幸福城市的调查当中，特别列出6都社会力的比较，结果发现咱台南伫平均每一位列车需要关怀独居老人服务人次，甲长期照顾资源的达成率拢是6都上少，所以总咨询提出检讨，质疑小局宣导不足，互老人唔知市府有遮尼侪组织甲资源通好利用。希望上中下一直到基层的独居老人，中间不要有沟通上，甚至资讯传递上的一个断点。这个部分我们会来做加强。无咱开较在钱，组建立的团队，这团队无法度下乡去服务，这团队等于白做的呀。外艺术的是安尼，所以局长这个部分要去沟通宣导，一直去宣导。面对2005年台湾就迈入超高龄社会，老人照护相对要紧。议员嘛进一步关心台南社区照顾据点的涵盖增加率0.77%，嘛是6都上低，所以要求社局一定要有专业辅导团队来协助设立。对此市长嘛表示，要尽速盘点，解决社区可能设立的困难。比如讲，你有一个专案的窗仔口，要协助这社区的，甚至我帮你函询，当然你会感觉讲，哇，那我工课做袂了，但是你免惊工课做袂了，做好就好，好不好？报告伊做，目前为止我嘛无接到你讲，你甲我讲倒一个新加做对啦，这没有啊。因素来盘点，有见一个就解决一个，见一个就解决。如果有这样子，他真的有心要去，我们发现是人还是人力还是物力还是规则法规他不熟悉，我们就直接针对对症下药来解决。议员以社会工作的现在甲未来，如何将爱送到每一个角落，伫总咨询甲市府探讨。检测天下杂志的调查指标甲统计数据对咱无公平，不过议员强调，毕竟拢是咱社会力搁在进步的原动力。台南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